南投县工乡总会6号伫富林餐厅举办第8届总会长就职典礼，邀请历届会长以及工乡会员前来指导管理。市长王美忒也特别到场祝贺。很大的荣幸，共同跟各位一样见证了历史性的一刻，也就是我们陈嘉义总会长宣誓就职。长久以来陈嘉义总会长在台南许多社团中间都是佼佼者，都是领先者，都是服务最广的人。所以今天荣膺大任担任我们台湾区南投同乡会总会长，可以说是实至名归。不止台南的首长到场，某县南投县长许淑华也特别让他到场支持。每一年不断呢都举办凤凰草的活动，都是主要是咱南投县无论是好奖助学金，还是有一些农业的推广，包括公职管有社团配的合作嘞，我们同乡会都展现出对于我们自己家乡的关怀。每一次活动上也好，或者是在这个捐助上面，都互咱做侪乡亲时代感受到咱家己乡亲的温暖，嘛感谢恁伫恁的事业头顶做咱遮尔成功，但是也不忘回馈我们自己的乡亲。新就任的总会长陈嘉义是南投鹿谷乡人，在台南落地生根，创立新凤鸣茶叶，并将传统茶叶创新吸引少年人。伊也曾经担任台南市南投县工乡会第14届、第15届理事长，目前也是台湾区制茶工业农业工会常务理事、台南市商业总会常务理事、台南市杂粮商业农业工会理事长、台南市总工会干事，资历完整。台湾区南投县同乡会联合总会第8届总会长暨理监事还有会主干部的就职典礼。今天我们全省全国有16个县市，包括大陆华东区的所有的乡亲都到台南来聚集，来接受参加我们的就职典礼。在这里非常感动非常谢谢大家。那么我们第8届我常常在讲，微笑是无限大的力量。我们将来第8届，我们会用最热情、用最感动的心情来领导我们台湾区南投县同乡会联合总会。那么我们未来希望内部有扩展更多的会员，让我们的第2代承认也接受南投同乡会的成长。那么我们对外我们要做一些公益上的活动社会上的责任，这个才是我们南投同乡会联合总会所需要做的。那么今天也非常高兴全国的朋友及我的社团的朋友以及我们的顾问先生小姐都来参加我们今天的就职典礼。在这里仅代表联合总会感谢所有全国乡亲以及参与的与会人员，谢谢大家。陈嘉义在就职典礼当中嘛表示，第8届是迈入青年的阶段，会有真侪改变。伊也感谢第7届总会长陈文志的传承，伊也保留优良的服务精神以及创新的延续，凝聚乡亲情感，为会员谋福利。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